杜先生。青竹生南方，丹枫长北地。哎呀，好骚气的一个名字啊！雷珊珊，你说我该怎么打电话跟他联系啊？电话号码不都给你了吗？照着数字拨出去，不就联系上了吗？怎么打电话？步骤我还用你教啊？那勾引男人的步骤我也教不了你。你知道吗 ，baby， 你得为咱们的下一代考虑考虑。别碰我啊！我又不是麦克。能不能别在我畅想我美好未来的时候总跟我提麦克，烦死了！我现在只需要你告诉我，怎么样逼戚明风乖乖就范。只有少数的女人得到的是老天爷赐给她们的翅膀，而大多数女人得到的都是一对带有护翼的卫生巾。戚明风又不是我们马场的种马，不能逮一母的就干吧。哎呦，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呀。不过好的品种就应该多多益善，造福我们全人类嘛，对不对？好聪明啊！好吧，那就辛苦你了，你好好的交配吧，好好造福全人类啊！哎，你真当是我这给马配种的我？他那 DNA 适不适合我还不一定。你说我到底怎么考验他呀？哎呀，窦小姐，麦克貌似还没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吧 ，baby， 过去的悲伤以及未来的忧愁都与我无关，只有当下的幸福才是最最重要的。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来思考的，我为什么就不能用我的子宫来思考呢？离婚协议书我签字了就行，他签不签字跟我有毛关系？好吧，你高兴就行。喂，秦明峰吗？啊，你好，我是那天见你西装外套的那位小姐。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我想约你一起吃个饭。这还演习上了？啊，好啊，那明天见，拜拜。真打啦？啊，我早说过了，我要跟他真刀真枪的实干。我都还没给你支招呢。就你那小鱼等一凉的智商，等你给我支招，我孩子都会打掉的。那你刚才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故意恶心我呀？还问我怎么跟他联系，假惺惺的。baby， 不过你倒是可以帮我支招，看怎么考验一个人的智商。你还没完没了的挖苦我是不是啊？我承认我智商低啊，怎么样勾搭男人才是最考验智商的？这个回答你满意吧 baby， 我是想要考验考验秦明峰的智商，看他有没有资格当我孩子的爸爸。门萨俱乐部的测试题，你看怎么样？门萨俱乐部是哪个马场的？我中午有重要的约会，你怎么把我一早闹铃给我调成10点了？你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完了！神经病啊你啊！我昨天为你卖命到半夜，我今天又不上班又不约会，你吵什么呀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
啊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没有啊，美女生应该不会迟到。啊，我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吧，我叫冬眠，不是冬天要睡觉的冬眠，而是冬天也要缠绵的眠。你好，冬眠小姐，我叫戚明峰。嗨，戚明峰。啊，那天真是谢谢你啊。为美女效劳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啊，你女朋友挺漂亮的。只是女性朋友。啊，冬眠小姐也很漂亮啊，像冬眠小姐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女人，现在可不多见了。啊，戚先生过奖了，美貌嘛，可能有那么一点点，但是这个智慧就真是不敢当了。啊，我刚好还有几个问题想要向戚先生请教呢。是吗？说来听听。博士，给我们家闪闪079补点钙。他不缺钙。我们家闪闪079最近训练的时候老是心不在焉的，你快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世间万物皆有灵性，你老问我他怎么了？你跟他朝夕相处，你应该比我了解他呀！啊？我又不是兽医。啊，对，你是不是兽医？而且他也不会说话，不能告诉你他怎么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别老怪别人心不在焉的。你先问问你自己，先问问你自己干什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雷闪闪，自己注意点儿。哎，你这说谁呢？有病吧你？你那出水芙蓉演得不错呀，啊，都快赶上芙蓉姐姐了。文赛俱乐部是测试智力的国际组织，在这个组织里边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都特别纠结，因为好多人都把我当成花瓶了，所以我就特别想要加入这个组织，这样就可以证明我很有内涵了。但是其实我真的有很多都不会耶。说来听听。啊，找到了。第一道题啊，一个经理呢有3个女儿，3个女儿的年龄加起来等于13，那他们的年龄乘起来呢等于经理自己的年龄。有一个下属知道